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可福音第3章，耶稣搁入去会堂，伫遐有一只手摕去的人，有一寡人在长等看耶稣伫安息日为甲即个人医治，还未通甲伊过。耶稣对迄个手摕去的人讲：起来，来中央食。然后伊问众人：伫安息日做好事，还是做歹事？救性命，还是害性命？倒一项下律法？因拢点点。耶稣受气，一个一个甲因看，为着因的硬心忧伤，就对迄个人讲：手伸出来。伊手伸出来就复原。遐个法利赛派的人就离开会堂，随时甲希律党的人斗阵计谋，对付耶稣，看要安怎甲伊害死。耶稣甲门徒退去加利利湖边，有一大群加利利人缀伊去，阁有一大群人听到耶稣所做的代志。对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麦、约旦河东岸以及泰米甲西顿周围来找伊，因为人真多，耶稣吩咐门徒甲伊准备一只船，才免互人甲伊客变去。因为耶稣捌医好真多病人，所以所有的病人拢客活来。要甲伊摸，遐个邪神一个看到耶稣，就拍伫伊的面前，大声喊：“你是上帝的囝！”耶稣严严命令因，毋通对人传扬伊的代志。耶稣上山，召集伊所喜爱的人，因就来。伊设立12人。请因做使徒，是要互因甲伊做伙，搁找因去传道，嘛互因有权柄赶鬼。伊所任命的12人就是西门，耶稣甲伊叫做彼得；西庇太的囝雅各甲伊的小弟约翰，耶稣甲因叫做半年期。意思是雷公仔囝，阁有安德烈、腓力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多马、阿里菲的囝雅各、达太、激进党的西门，甲出卖耶稣迄个伊斯加略的犹大。耶稣转去厝里，有一群人搁聚集活来，耶稣甲门徒却连饭都未顾得食。伊的亲人听到即个代志，就出来要甲伊阻止，因为因讲伊精神失常。对耶路撒冷落来的惊讶教师讲，伊是互别西卜附身，靠鬼王伫赶鬼。耶稣叫因来，用譬如对因讲：撒旦哪会赶撒旦？国家若家己纷争，迄个国家就徛袂牢；家庭若家己纷争，迄个家庭嘛徛袂牢。撒旦若家己攻击纷争，伊徛袂牢，一定会灭亡。无人会当入去勇士的厝，抢伊的财物，着先甲伊绑起来，才会当劫伊的厝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讲什么谤诅的话，拢会得到赦免。毋过，无论什么人亵渎圣神，永远袂得到赦免。伊是犯着永远的罪。
耶稣讲这个话，是因为因讲伊互邪神附身。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，徛伫外面，找人去叫伊。有一个人坐伫耶稣周围，有人甲伊讲：“你看，你的老母甲你的小弟小妹伫外面在找你。”耶稣应讲：“谁人是我的老母、我的兄弟？”然后伊对坐伫周围的人一个一个甲因看，讲：“恁看，我的老母、我的兄弟，实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、姊妹甲老母。”